濕氣重嘅老友記你要注意啦，我教你一個超級簡單嘅方法，用呢幾樣家常嘢泡水飲，飲完好快就精神晒。呢個係老祖宗流傳落嚟嘅靚方唔使你花大錢嘅，你每日就堅持飲，連續飲40日，你塊面嘅氣色紅潤通透，好過搽多多聲啲化妝品，素顏都有光點唔點讚都冇所謂，但係咧一定要收藏好呢條視頻，唔係到時候咧想整咧就揾唔翻噶啦。做法就好簡單嘅，第一步，生薑去皮切成細細粒，紅棗去核切成細細塊，再準備1細碗陳皮絲，然後燒紅個鑊，唔使放油，倒入大米，細火慢慢均勻翻炒，炒到大米微微發黃就得噶啦。最後倒入生薑粒，炒乾水分，再放紅棗繼續炒乾，加入陳皮絲，繼續細火慢炒，冇升格，炒到所有材料出晒香味，變成金黃色就可以熄火噶啦。等佢攤凍之後，你放入密封罐度保存，幾時想飲嘅話就幾時滗少少出嚟，滾水一沖就飲得啦，超級之方便。咁樣炒出嚟嘅陳皮紅棗薑米茶，香氣撲鼻，營養又足夠。平時如果氣血唔夠嘅，濕氣又重嘅，成日冇晒力氣嘅，冬天特別怕冷，手腳冰冰凍凍嘅街坊老友咧，你飲呢個就啱晒噶啦。飲完成個人暖辣辣咁，好似肚入邊裝咗個小火爐，周身都舒服晒。嗰啲濕氣咧會慢慢嘅排走，成個人都清爽晒噶啦。咁如果怕自己喺屋企整麻煩，或者朝九晚五冇時間炒朋友咧，直接點擊我頭像揾到商品櫥窗，入邊咧有配好嘅成品薑米茶，佢係獨立包裝嚟嘅，乾淨又方便。你帶翻屋企，滾水一沖就飲得噶啦，唔使自己喐手，一樣飲到正宗嘅陳皮紅棗薑米茶。你早啲買翻去試啦，早啲趕走濕氣飲出紅人好氣色，周身都舒服晒。